小島經濟學第二集第5章，世界上第一顆魚魚幣誕生。小島提升咗生產力之後，唔單止食物多咗，啲衫靚咗，交通方便咗，佢哋有時間仲去衝下浪。衝浪呢種活動仲帶動咗衝浪經濟，呢種前所未見嘅奢華生活，好快就傳遍咗其他仲係用緊徒手捉魚嘅島嶼。移民跟住就蜂擁而至，人多咗，令到小島嘅經濟更加多樣化。一啲新移民揾到操作巨型捕魚器嘅工作，另一啲新移民就向原住民借嚟多餘嘅魚，開墾土地，種植農作物。仲有人利用貸款進入其他商業嘅領域，從而催生咗好多職業，例如小屋建築工人、製造木筏嘅工人同埋製造馬車嘅工人。由於有充足嘅食物，亦都有高水準嘅生產工具，有一部分人單靠提供服務，唔使生產實物亦都可以生存。於是服務業就應運而生。例如有啲廚神再去咗做大廚，而且收費好高添。到目前為止，島上實行嘅係以物易物，但因為以物易物嘅過程繁瑣，效率又低。例如大廚未必會想要做茅匠嘅茅，而且亦都好難統一量度嘅單位。島上需要有新嘅交易物，因為島上所有人都食魚嘅，所以魚就被列為指定嘅貨幣，成為魚魚幣。有咗貨幣，又有咗專業人才，咁樣效率同埋貨幣緊縮，亦即係通縮，亦都隨之而生啦。假設一個普通嘅島民要用5日去做一艘獨木舟，而本身佢哋每日可以捉到2條魚嘅，咁一艘獨木舟嘅成本就係10條魚。但係有個天才木匠，佢憑住優秀嘅技巧，用4日就可以做到1條獨木舟。咁一艘獨木舟嘅成本就減到8條魚，而木匠用9條魚嘅價錢賣出去，咁樣買家同埋賣家都各自慳咗或者賺多咗1條魚啦。跟住木匠再用積蓄去投資研製更好嘅造船工具，去做一艘獨木舟嘅時間再由4日減到2日，咁樣佢嘅成本就變咗4條魚啦。佢再以6條魚嘅價錢賣一艘獨木舟出去，咁樣買家同賣家又再慳多咗同埋賺多咗啦。得益嘅唔止係木匠，仲有島民。但係而家嘅經濟學家唔知點解好驚通縮，通縮即係一段時間裏邊嘅貨品價格全面下降。啲經濟學家認為通縮就係令到人哋延遲消費嘅原因，因為佢哋覺得越遲買啲嘢就越平，咁樣經濟就會崩潰。其實係美國曾經有150年，從18世紀末到1913年，佢哋嘅物價一直都喺度穩步下降。但係呢段時間亦都係歷史上面經濟增長得最快嘅一個階段。所以作者認為經濟嘅關鍵因素唔係消費，而係生產，因為人嘅需求係永遠唔會得到滿足嘅。如果人決定唔買某樣嘢，只會係因為佢哋覺得嗰個產品未夠好，或者因為佢哋買唔起。如果消費者唔願意消費，刺激需求嘅辦法就係令物價降到一個更加合理嘅水平。就好似20年前一部 LCD 電視要賣成幾萬蚊港幣，當時只有有錢人先買得起。隨住工廠嘅技術越嚟越成熟，生產量大增，今日1000幾百就已經可以買到一部高清大電視，變咗平民嘅必需品。相信大家唔會因為諗出年電視會再平啲而延遲消費，而令到全香港人今年都唔買電視。現實係啲嘢越嚟越平，大家慳多咗，就可以將多出嚟嘅錢儲埋佢，或者去消費其他嘅嘢，例如旅行、食飯，提升生活質素。作者認為通縮並唔可怕，其實科技不斷咁創新，令到生產力相應提高，生產多咗，產品就會越嚟越平。呢個時候只要貨幣供應穩定，嘢越嚟越平，反而係鼓勵人哋儲錢，經濟會更加健康。啲嘢平咗，以前有錢人嘅奢侈品會變成而家平民嘅日常用品。小島越嚟越多居民決定為人哋工作，以勞動換取報酬。勞動嘅價值通常都係取決於勞動者所使用嘅資本，資本越好，勞動嘅價值就越大。例如，小島上面有個居民叫大力，佢一日可以運送100條魚去換取2%，即係2條魚嘅報酬。而小島嘅另一個居民賣魚勝就用貸款做咗一架運魚車，佢變成咗大力嘅競爭對手。賣魚勝可以用車每日運送300條魚，
而佢只收1%，即係3條魚嘅報酬。因為賣魚勝有更優質嘅資本，即係佢嗰架運魚車，佢嘅收費可以更低，而利潤亦都會更多。跟住賣魚勝仲睇中咗大力，佢咁大隻，如果再加上部運魚車，佢每日可以運400條魚，而佢就會俾大力3條魚做報酬，自己就要1條。賣魚勝雖然收少咗，但係佢就可以用多出嚟嘅時間做多啲運魚車，請更加多人嚟幫佢運魚。喺呢個過程裏邊，除咗大力賺多咗魚，運魚車亦都會變得更加普及，從而減低咗居民嘅運費支出。有啲人會認為，有啲僱主欺壓員工，壓低工資去賺錢，所以政府就設立最低工資去保障員工嘅利益。但係從經濟學角度嚟講，咁樣係損害咗勞動力市場嘅健康運作。試諗下，如果一個打工仔嘅生產力只係值時薪6蚊，政府夾硬立法規定最低時薪要8蚊，老細開門做生意係唔會想蝕本嘅，結果佢就會直接唔請呢個人，或者唔請人自己做返，又或者加多2蚊請個熟手嘅大專生。如果咁樣，最低工資嘅法規唔單止冇幫到人哋加薪，反而剝奪咗低技術人士踏出社會嘅第一步嘅機會。第6章，銀行嘅誕生。大家嘅魚越嚟越多，放喺屋企又驚俾賊偷，所以大家都想盡量借啲魚俾人哋去投資，自己賺翻啲利息。但自己又唔識得睇生意嘅計劃書，如果借咗啲魚俾失敗機率高嘅生意，就會搞到血本無歸。喺呢個時候，有個企業家誠實就借住呢個商機，起咗個有冷氣、有保鏢嘅大儲藏室，幫大家保管啲魚幣，成立咗誠實銀行。佢仲發揮咗佢嘅數學天才，去評估邊啲生意係做得過嘅，將錢借出去，賺到嘅利潤就分一部分做利息俾存戶。而家島上嘅居民都會將儲蓄放入誠實銀行，等佢幫自己承擔投資嘅風險。誠實喺賺錢嘅同時，亦都解決咗存款、貸款同埋盜竊呢啲棘手嘅問題。誠實設定咗個規則，喺貸款方面，佢對還款能力強嘅借款人會收較低嘅利率，對風險較高嘅借款人就會收較高嘅利率作為風險嘅補償。當銀行嘅魚幣多嘅時候，即係銀行唔等錢使，就會調低個利率，鼓勵啲人借錢開公司投資，而利息低咗，亦都會少咗人存錢，就會用多啲係消費。當銀行魚少嘅時候，就會調高個利率，一方面用高息吸引人哋存錢入嚟，另一方面就等想借錢嘅人三思，唔好亂咁做出高風險嘅投資，咁樣銀行嘅資產又會再次累積起嚟，到嗰陣時利率又會再跌返啦。喺誠實謹慎嘅經營之下，島上嘅儲蓄不斷咁增長，商業不斷咁發展。誠實銀行用嘅係市民嘅血汗錢，所以誠實好保守，絕對唔會借錢俾消費享樂嘅貸款或者瘋狂嘅大計，例如火星移民計劃。但係市場上總係會有啲人想冒險博倍升嘅，於是黃百萬就搞咗個投資基金，專揾啲嫌銀行利息低嘅有錢人嘅集資，去賭一啲高風險嘅項目。如果成功咗就會賺大錢，失敗咗就會血本無歸。但係因為嗰啲都係有錢人嘅零用錢，所以佢哋承擔風險嘅能力係較強嘅。而喺現實社會入邊，除咗金融機構會自定利率之外，政府亦都會操控利率。政府成日以為自己比市場聰明，政治家為咗選票，夾硬將啲利率壓低，但係其實過低嘅利率會對市場發出錯誤嘅信號，令投資者誤以為人民儲咗好多錢，於是瘋狂借錢咁去做大規模嘅長線投資，例如起豪宅、酒店等等。但事實就啱啱相反，因為存款嘅利息太低，所以好多人根本就冇乜儲蓄，反而用咗啲錢去消費享樂。結果等到投資者嘅項目幾年後落成之後，市民一早已經玩晒啲錢，消費唔起，投資者啲嘢亦都賣唔出，唯有集體破產。其實政府咁樣夾硬撳低個利息，係製造咗虛假嘅繁榮，一爆煲就會變成08年金融海嘯嘅歷史巨災。第7章，基建同埋環球貿易。雖然有咗銀行，但係小島嘅基建並唔係好發達，
佢哋仲係靠人手去溪邊擔水煮飯。有次小島經歷咗一次大旱，令到民不聊生，跟住甲五世，即係阿甲嘅第5代，就諗到起水塘、自來水廠同埋供水系統，令到居民從此可以有自來水用，同埋減輕旱災對居民嘅影響。但係喺呢個工程需要大量嘅粵語幣，所以甲五世就分別向銀行同埋基金公司借貸。工程完成之後，全島不單只有穩定嘅食水，農業、工業同埋新嘅生意都發展得好好。大家唔使日日擔水，就可以將慳落嚟嘅時間用嚟生產其他嘅嘢，令到呢個社會更加富裕。小島生產多咗，出口嘅產品亦都因應增加。由於物美價廉，好快一手手裝住運魚車啊、衝浪板啊、長矛同埋獨木舟嘅木筏呢，就運遍整個大洋。佢哋仲換咗好多從前未喺小島出現過嘅產品返嚟。基礎建設投資會對經濟產生巨大嘅影響，除咗可以增加就業，亦都有利生產。但當然，只有喺收益大於支出嘅時候，呢種投資先會有效果嘅。如果唔係，呢種投資就只會係浪費資源，亦都會阻礙咗經濟嘅發展。因為資源係有限嘅，當你用咗大量嘅資源喺一項建設嘅時候，你就冇辦法投資其他嘅項目。就好似起高鐵咁樣，高鐵如果可以增加客量同埋貨運量嘅速度，吸引更多嘅商業活動，咁就屬於有價值嘅投資。但係如果用幾百億起咗個冇人用嘅設施，每年都蝕錢，咁就唔係一個好嘅投資啦。其實喺以前，好多大型嘅基建，例如鐵路啊，都係私人公司起嘅。但係而家好多人都覺得大型基建設施都係應該由政府營運嘅，例如高速公路同埋運河。政治人物成功令到民眾相信，私人公司一有機會就會榨取民眾嘅血汗錢，只有政府營運先至可以為民眾提供最大嘅好處。但係其實政府對於公共設施同埋服務嘅壟斷，幾乎一定只會造成效率低同埋貪污腐敗。如果政府工程入不敷支，服務品質又差，就算有自由市場嘅法則，亦都冇辦法幫政府走出呢個困境。政府通常都會透過提高稅率嚟補貼，咁樣唔單止浪費咗資源，亦都降低咗人們生活嘅水準。除咗中意壟斷基建，政府仲好中意插手干預國際貿易。有啲政府會反對自由貿易，係驚外國嘅競爭會令到本地人失業。但作者認為，經濟嘅真正目的係最大化生產力，而唔係盲目提供工作機會，保留冇效率嘅行業，對社會毫無好處。就用美國買 T 恤嚟做例子，如果美國進口外國平價嘅 T 恤，美國人就可以用慳到嘅錢去買美國本土生產嘅衝浪板，咁樣市民就會同時擁有咗 T 恤同埋衝浪板，本地嘅衝浪板商人亦都會賺到錢，創造出更加優質嘅職位。相反，如果為咗保護本地製造 T 恤嘅工人，夾硬阻截外國嘅平貨，美國人就慳唔到錢去買衝浪板，衝浪板嘅公司就會倒閉，咁樣亦都會浪費咗勞動力去製造一啲外國生產效率更加高嘅產品，係毫無意義嘅。本地 T 恤製造工人如果失去咗優勢，就應該轉行去生產美國最擅長嘅產品，例如衝浪板，再用衝浪板去換外國嘅 T 恤，咁樣大家都會得到更多。自由貿易本身係冇錯嘅，錯在係美國自己本身，因為高匯率、高稅率、嚴格嘅勞工法例，綁手綁腳，導致美國本土而家真正佔優勢、擅長製造嘅產品領域已經所剩無幾。第8章，個政府嘅誕生。以前小島淨係得甲、乙、丙3個人，拍拍膊頭就可以解決到所有問題。但係人多咗，誤會就會多咗，誤會解決唔到，就可能訴諸於暴力。而且小島而家名氣大增。隔離島嘅偷魚賊就成群結隊咁樣嚟搶粵語幣，島民日日都提心吊膽，所以佢哋決定要聯合起嚟維護島民嘅生命財產安全。佢哋需要有領導者，但係交出權力永遠都係件冒險嘅事，因為人一旦有咗權力，往往就會被濫用。於是佢哋決定選12名參議員組成參議院，成立政府，組織海軍、警察、法院同埋起燈塔，去維護同埋管理小島。但係大家都知道，起防衛嘅設施係要錢嘅，所以島民同意每年交一部分魚出嚟做稅。但大家都清清楚楚知道，
政府所有嘅預算都係嚟自島民嘅稅項，如果冇咗交稅呢班人，就唔會有錢請公務員做嘢，所以當時只有交稅嘅人先有投票權，決定點樣花呢筆錢。人民雖然交咗權力同埋財力俾政府，但係亦都驚政府呢隻猛獸發狂，所以島民制定咗一部憲法，好似一個籠咁樣鎖住政府。憲法冇寫明可以做嘅嘢，政府一律都唔准做。憲法唔單止係保護人民免受政府嘅獨裁統治，人民仲設立咗最高嘅法院去睇實呢班議員，確保佢哋唔會亂使納稅人嘅錢。雖然有咗憲法嘅保護，但係每逢有經濟嘅危機，民眾就會因為驚痛，拱手將更加多嘅權力同埋自由送俾政府，叫政府解決呢一切痛苦。作者警告，如果政府有責任消除一切痛苦，咁樣就冇人係自由嘅。無法自由咁失敗，亦都無法自由咁成功。呢句作者講到好深，等我用個例子解釋下。就用2008年金融海嘯做例子，當時華爾街巨頭已經玩大咗，佢哋為咗賺取暴利，瘋狂咁借錢去炒高風險嘅房地產衍生工具，即係將一啲房貸嘅壞賬重新包裝成為低風險嘅嘢賣出去，結果泡沫爆破，呢班華爾街嘅金融巨頭面臨破產。喺真正自由嘅市場入邊，佢哋應該要自由咁樣失敗，因為佢哋眼光差、貪心，就理應破產清盤，將市場嘅資源還翻出嚟俾一啲踏實嘅公司。但係美國政府就好驚，覺得佢哋如果一齊破產，全美國嘅金融就會癱瘓，亦即係話佢哋係 too big to fail。於是政府就推出咗高達7000億美元嘅不良資產救助計劃，直接用美國納稅人嘅血汗錢，夾硬注資去救活呢班本來應該破產嘅私人企業。呢種就係冇辦法自由咁失敗。咁點解會導致冇辦法自由咁成功呢？原本喺自由市場裏邊，有啲作風穩健嘅中小型銀行，因為冇亂炒樓，實力健康。如果俾華爾街巨頭自由咁失敗破產，呢班穩健嘅優秀銀行就可以廉價收購佢哋嘅資產，擴大業務。呢啲就係自由地成功。但政府一干預，用納稅人嘅錢吊住呢班貪得無厭嘅人嘅命，結果好嘅公司冇得擴張，壞嘅公司就繼續霸住個市場。而且美國政府亦都因為咁樣開出個先例，話俾全世界嘅人聽，只要你規模夠大，你蝕幾多政府都會開水喉救你。咁以後仲有邊個會腳踏實地做好風險管理？大銀行嘅高層只會繼續瘋狂咁賭博，贏咗自己就分花紅，輸咗就有政府用納稅人嘅錢去找數。好啦，呢一集就去到呢一度。如果中意呢本書嘅朋友，千祈唔好錯過下一集啊！拜拜。